好，欢迎来到 Dr. Stella's Garden 美国农家乐。我们今天来切中国菜做的土豆丝。好，那么我用的这个器具呢是这个神器哈，一物多用的神器。这个叫 food processor。那这个 food processor 它的型号很重要哦。我这个是牌子是 Cuisinart。然后是14 cup， 就是这个大小是14杯的14 cup food processor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开始。这个机器一共有3种刀片，这个刀片呢，是拿来把这个东西弄碎的，比如说肉可以给它弄成肉末。这个刀片是切丝的，这个刀片是切片的。我们今天需要用到的刀片盘是它，那么所以这边往上拨一下，然后把它按进去，咔嚓，好了。现在就是我侄女比较好奇，所以我就干脆我教她的过程也教大家再复习一遍。所以这个是切片的刀片，然后这样放进去，一下子弄不好，转2圈它就掉下去了，这就好了啊。然后再把这个盖上，这个我们就不洗了，这没关系的。那么这个盖上呢，就是往右边一点点，然后往中间来，咔嚓，它就卡住了，这样就好了。然后这个是就是放食物的地方，这个孔，这个孔这不是太大了吗？很明显，对吧？那么就看这个样子，大概就有数的。那么给它切对半好吧 ？OK， 切对半嘛，这样放也可以，可以这样往下照这个地方，对。这个地方就是说，这种几秒钟的事情，就是说，那我现在就摁，没了，就是说这个就是一直摁着，它一直在动。那这个呢，就是摁了，然后放开它自己动。我下面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，摁了以后不管它自己动了，它我们把另外一半放进去啊。这个摁一下你就可以放开的。等一下啊，哦。这个为什么这个太高了？这太高了以后呢，这感应器感应不到，这感应器，所以这么只能横躺了。大家都喜欢躺平，咱们让它也躺平。OK， 再按一下，然后这样我摁一下啊。OK， 你需要这个 off pause 这个按一下它才停。好，结束了啊。没结束啊，就是说现在看一下结果哈。现在是切片。那如果大家比如说烧烤的时候烤那个土豆片哈，这挺好的。这个我们还没结束啊，现在我把这一片片全部都拿出来。对，你看这一片片挺好的啊。其实如果炒土豆片的话，那不是 perfect， 我觉得很完美啊。现在我们是第2次，因为要切土豆，中国的土豆丝咱们就需要2次 ，2 times。现在呢，就是说把这些个片就这样垂直放啊，这是关键啊，你不能横着放，垂直放，就这样，好了。然后呢，塞得越紧越好，所以呢，我是喜欢，塞得紧一点，这就有点像那个图书馆整理书一样的，塞紧了，好，塞紧了，这样嘛，基本上一个土豆都能塞紧的，好，按下去，这1秒钟都不到，我觉得，好，那这就土豆丝了，就咱们中国人的土豆丝，对不对？哇，那用机器方便太多了。对，这个土豆丝是咱们这10几亿中国人都要吃的呀。我们这个土豆丝，对吧？现在这个中国店土豆丝炒个炝土豆丝要13美金了，很贵的。这个机器咔嚓你切个一堆，对吧？你1周炒个几顿，我们接下来炒个好几顿了，可以。好。最后强调一下，大家不要买错哈，强烈建议买我这种 Cuisinart， 最小呢14 cup 这个量是一定要的。然后有一些它这个 food processor， 它里面切片的那个刀片是没有的，所以这个产品的名称和链接我放在视频的下边，千万不要买错了。这个我用了6、7年了，一直都很好用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好，那我们下个视频见。感谢观看，欢迎点赞、订阅、转发 Dr. Stella's Garden 美国农家乐。